喺時光長河入邊，有一段旅程見證咗時代嘅巨變。1985年，東莞同香港之間嘅交通簡直好似一場艱難嘅拔舌。嗰陣時嘅107國道，從東莞城區去深圳文錦渡口岸，短短大約80公里，卻好似要跨越萬水千山。道路大多係雙向兩車道，車多路窄，人車混合，塞車成咗常態。而香港嗰邊，獅子山隧道幾乎係連接九龍同新界嘅唯一要道，成個新界嘅公路網疏疏落落，少得可憐。跨境巴士只可以喺崎嶇山路上面蜿蜒繞行。從荃灣到沙田，只能夠靠屯門公路一路顛簸。更麻煩嘅係通關，文錦渡作為當時唯一嘅陸路口岸，人潮湧湧，通關時間經常超過2個鐘。但樣計落，從東莞到香港市區，全程要超過7到8個鐘。不過，時光真係最偉大嘅魔術師，40年公路網建設嘅不懈努力，徹底改變咗呢一切。而家東莞到香港已經有好多條高速可以暢行，就好似鋼鐵巨龍橫跨喺大灣區之上。香港嘅隧道網都迎嚟咗爆發。1998年大欖隧道貫通，2008年尖山隧道開啟新篇。新界到九龍嘅時間大幅縮短70%，從以前嘅7至8個鐘慢慢征途，到而家嘅2個半鐘便捷之旅。消失嘅唔單止係距離，仲係人與時代之間嘅重重阻隔。東橋客運呢40年，每1公里路程都係大灣區蓬勃生長嘅年輪，刻住奮鬥同希望，見證住一個時代嘅崛起同輝煌。